谢彤彤姐姐。哦，你们今天看起来懂推很累耶。是真的很累啊，累到都走不动了啦。哦，行田同理。我说行田同理，走不动了。不过，真的有这么累吗？因为我们牵着脚踏车走了好远好远才到家。奇怪了，脚踏车不是用骑的吗？为什么要牵回来？因为脚踏车的轮子没气了。难怪懂推，好累哦！真是的，以后出门啊，要先检查一下小踏车的轮胎有没有气哦。好累哦，我的脚好酸好酸哦。我看你们满身汗，你们两个还是先去洗澡好了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走不动了。行田同理。哎呀，真可惜！我本来想说啊，等你们两个洗完澡之后，要跟你们分享我新买回来的草莓蛋糕哦。草莓蛋糕？那我立刻去洗澡。那我也去了。真是对付这两个小朋友啊，我可是很有一套的哦。行田同理，走不动了。行田同理，走不动了。懂推，好累。懂推，好累。小蜜，加油哦！我举不起来了啦。懂推吗？懂推。这样啊，那不然去擦擦汗好了。不行，行田同理，累到走不动了啦。哎呦，擦完汗就可以吃点心喽。吃点心，走吧。懂推，行田同理。两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好亮。